同大家分享個好消息，就係我菜心補品開線下實體店啦。冇錯，我身痕啊！老街坊都知道我11年前啱啱返佛山就係創業做餐飲，亦都開過好多店，做過好多生意，亦都分享好多我執笠嘅經驗。幾年前從擺攤開始再創業，我又多咗好多新嘅經歷。雖然之前開嗰個細細嘅雞腳店面，但因為個人原因又執笠啦。今次重新揼重盤開呢個線下店呢，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佢我助火天天。前段時間擺攤呢，有一日好熱嘅，呢個人啊差啲中暑啊！現場個個見到佢啦，面青口唇白，大氣喘唔過嚟，叫佢落嚟佢又唔制，就係咁敬業。我得㗎，咁我哋啲肉赤都擔心㗎。嗱，最後呢，要盡數發火啦，叫佢必須落嚟休息，佢先肯休息。然後我同進手當機立斷，決定要開個門店。一嚟怕高溫天氣、高強度工作會出事；二嚟就係我哋公司越嚟越多主播、越嚟越多藝人，有個門面啦喎，咁大家都可以做店長，咁啊街坊呢，中意佢哋嘅，亦都過嚟探佢哋。仲有我哋嘅攤冇冰箱，咁我又唔敢攞咁多出嚟喎，導致好多街坊呢，可能嚟到之後又賣晒，咁啊白跑一趟啦。就係呢隻嘢出事第二日呢，我同進嫂即刻大刀闊斧揾店面、揾設計，最後我哋都決定喺創意產業園攞個鋪位。神速啊！淨係得我哋菜心補品嘅嘢賣，呢間鋪會唔會大啲啊？你唔記得我開個咖啡店咩？咖啡奶茶梗係唔少得㗎啦。呢度整埋啲座位俾啲街坊坐，啲街坊想過嚟探我哋啊，或者過嚟睇我哋直播啊，都得。以後唔想等快遞嘅街坊，都可以嚟門店直接購買。哇！就算落水刮風，都唔需要擔心出唔到攤㗎啫喎。我唔需要擔心你中暑嘅真。下個月開業啦，大家得閒就過嚟坐下啦。